為咗呢個紋身咧，專程飛嚟泰國。如果你聽過泰國慈府，你就一定聽過龍婆本廟。呢度最出名呢，就係純手工古法紋身。除咗紋身呢，仲會有啲高僧嘅法力加持同埋祝福。你知唔知 Angelina Jolie 身上面嗰兩個符咒紋身都係嚟自呢種傳統？你有冇抱住一個好虔誠嘅心去？有啊，喂，大佬搭個幾鐘車去喎。係佢算係叫得道高僧啊嘛，所以我覺得嗰種感覺唔係拜神嗰種感覺咯。得道高僧，譬如佢念嘅嘢可能係一啲叫咩啊咒語啊，即係個感覺係我去接受佢呢一套密碼咯。我覺得我哋都幾好彩，一落車就有個當地人過嚟主動帶路。OK，唔使長襪係咪？你意思係濕嘅帶佢哋啊？你啊，拜拜。聽唔到嘢。要睇圖啊？哦，photo，OK。因為紋身圖案都分好多種啦，有啲係符咒，有啲係動物類嘅。動物靈獸類嘅紋身呢，就係可以紋喺腰嘅以下嘅位置啦、腳啊嗰啲位。咁另外祝福符文類嗰啲呢，就可以紋喺手啊、背脊啊或者頸上半身嘅位置。咁呢啲都係師傅會同你溝通嘅。揀好圖案之後呢，就俾100匹去買花同埋其他貢品。咁我揀個圖案就3000泰銖咯，就攝埋3000匹就喺嗰個貢品度，交俾師傅。紋完之後呢，師傅就誦經啦，咁然後佢會貼埋金嘅，咁貼啲金箔喺個紋身上面做一個祝福咁樣咯。然後呢，就落去俾高僧去做一個作法啦。不過呢度呢，就發生咗一個小插曲喎。OK ไหมเพิ่มถ้าคุยหน่อยโอเคไหมเราคุยกัน冇問題嚟。佢話加多行字完整啲咁樣。高僧呢就覺得個紋身係需要加一行字，咁先再完整啲，咁就建議我可以加，就比較可以幫助到我咁嘅意思。就除衫。除衫。好。OK。我呢個紋身呢，佢係屬於一種叫九塔符嘅設計，咁然後上面嘅文字呢係古高棉紋。佢哋話喺泰國呢啲文字其實未必一定係讀出嚟嘅，而係可以睇到嗰個象徵意義咯。例如圓圈呢就代表佛陀嗰個法相，尖呢就代表係通往向上嘅路徑咁樣。搞掂，已經成功獲得祝福，附魔成功，比想象中快啊！嗬，跟住我哋去貼金啦。咁我喺裏邊貼完金咯，佢有一張係貼喺條脷上面，因為裏邊唔俾影，所以就影唔到貼金嘅過程。OK 啦，我覺得今次山長水遠嚟到龍婆本廟，紋咗身，做咗個符咒嘅紋身，貼埋金。咁就希望嚟緊順順利利啦。